有講賽馬，咁啊第7場啊，3班1000米草地私家3賽道，咁啊揀咩馬？1號啊，星月飛雲，咁啊7檔布文偉達。咁呢隻星月飛雲咧係隻新勝馬嚟嘅，咁啊上季837場次。用一個極快嘅速度走出嚟，咁啊喺一個速度嚟講咧非常之快啦，當然係我先至揀佢啦。咁啊好快啊，22.43，咁啊好犀利啊，快得好緊要，飛行咁樣嘅啫，冇人夠佢快。22.3幾，哇！一點四得好犀利。咁啊呢個係唯一嘅原因買佢啦，咁當然係。咁啊，佢加咗6分啊，咁啊跑咗4次，加咗6分咁上咗去。好，咁啊睇下佢咩配種。咁啊，佢個配種叫遙遠星空，咁啊呢隻馬咧就好嘢嚟嘅，應該好過之前嗰幾隻啦。佢外祖父咧叫 Lock A Single Doe，咁啊又係好出名嘅馬嚟嘅。咁啊呢隻馬咧就應該就中咗獎㗎啦，應該。而以偉達咧啲馬咧能夠3場贏咧，呢隻馬應該好勁㗎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837場次咧就小鳥天堂咧就跑咗個第2之後咧，今季跑第1又跑第3，哇！你冇搞錯啊，小鳥天堂咁勁嘅喂，仲要輸俾嗰個星月號飛雲添。魅力寶區啊！呢隻馬就好古怪啊！跑完第3之後咧，跑咗2次第4。咁啊，何好運咧跑完第4之後咧，跑第8。咁啊，佢呢場咧就都係超水準賽事嚟嘅，因為小鳥天堂咧係一隻非常之強橫嘅馬嚟嘅。佢呢隻星月飛雲咧係贏咗呢個小鳥天堂嘅，咁啊，所以咧係非常之強橫。佢後上嘅形式嚟做啲，仲要係好啊！睇下3號點樣後上啊！準備好。咁啊，3號就後上啦嚇。不過私家3又唔係幾適合後上嘅喎。咁啊冇辦法啦呢樣嘢，佢西出大外檔輸都冇辦法。咁啊，佢而家係全程3碟咁跑喎，望空咁跑。我黃色衫啊！ 3號啊嘛，全程3碟望空啊，全程兜咗個大彎贏㗎，知唔知啊？見唔見到？即係佢跑多係50米都仲贏啊，知唔知啊？仲要係用極速時間贏。咁啊，大外檔一氣贏嘅馬咧就非常之強橫嘅。係啊，話大外檔一氣啊，嗱呢啲只有輸嘅啫，點會贏嘅啫？係咪？贏10幾個馬位，仲有一樣喎，最難度嘅地方咧就係話咧。佢可以贏10幾個馬位喎10幾個馬位贏出嚟喎，佢後上嘅能力。咁你哋睇下全部，哇飛行㗎！哇呢隻馬越嚟越快，越嚟越快咁跑贏。好啦，咁啊贏咗。咁啊有啲難度啦，你睇到呢隻馬贏呢場，即係佢全程大外碟，咁樣跟住走咗最外檔，跟住衝。一路衝，可以贏10幾個馬位嘅，即係輸咗10幾個馬位，贏翻10幾個馬位，跑翻上去嘅，咁啊，即係呢樣嘢好難度高嘅馬，佢都做晒啦。好啦，睇下呢隻馬得唔得啊？